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这一期咱们继續聊聊伊朗，聊聊中東，聊聊波斯局勢。今天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混合纠治的第117天，也是哈梅内伊悟道成仙的第117天，同时也是哈梅内尔穆杰塔巴人间蒸发信息全无的第117天。就在美国和伊朗達成了諒解備忘錄，並且在瑞士的日內瓦進行了一輪高級別的會談，看上去好像波斯的局勢正在降溫，但是美伊雙方的唇槍舌戰並沒有停止，在不同的議題上面，雙方各執一詞，而且是互相矛盾。你比如說，首先在核問題上面，萬斯在日內瓦已經宣布了，伊朗同意聯合國原子能機構要進入伊朗進行核查，這一塊21號或者是1周之內。特朗普也是這麼說的。特朗普最近這2天在美國國內，甚至他的社交媒體上都是這麼說。特朗普在社交媒體上他這麼說的，他說儘管他們百般辯駁，矢口否認，再加上假新聞媒體拼命造勢，一心要把美國的勝利貶得微不足道，但伊朗已經全面徹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級別的核檢查，且有效期直達久遠的未來，也就是永遠，這將確保核誠實。若他們不答應這一點，後續談判根本免談，也就是這一點不答應，這是前置條件，如果不答應，後面就免談了。基於伊朗方面做出這一項及其他重大讓步，我已同意霍爾木茲海峽繼續保持開放，不再實施海上封鎖。不過，所有艦船仍原地待命，以備不時之需。萬一需要重啟封鎖的話，但目前看來，這種可能性微乎其微。美國財政部凍結的資金將存入由美方監管的托管賬戶，專款專用，採購食品和醫療物資，且必須從美國購買，包括我們偉大美國農民出產的玉米、小麥和大豆，這些都是伊朗急缺的東西。這是一場人道主義危機，我感到必須伸出援手，現在就得行動，否則就太遲了。談判進展順利，感謝各位對此的關注。你看，特朗普還在堅持伊朗接受這個原子能機構的核查，這是前提條件。而伊朗方面，這個原子能機構核查的事情是完全否認。伊朗否認在瑞士與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會晤，拒絕核查受損設施。這個不是什麼假媒體，不是伊朗的通訊社報道，這是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就是伊朗談判代表團指定的發言人巴加埃說了，他說我們沒有在瑞士與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格羅西舉行會晤，也不打算允許其核查人員訪問近期衝突中受損的核設施，這方面沒有相關議定書。作為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的締約國和致力於保障監督協定的國家，我們將繼續執行現行程序。伊朗官員還表示，在瑞士會談期間，伊方並未就核問題做出任何新的承諾，並堅稱並未討論核議題。德黑蘭還重申了其現行階段反對任何核查框架的立場，認為此類措施超出了當前諒解備忘錄的範疇，應留待未來談判解決。所以說，同一本諒解備忘錄，同一場這個會議討論，雙方說法大相徑庭，就關於核問題，那這個給人感覺完全尿不到一個壺裡去。第二個關於霍爾木茲海峽，不是昨天1900萬桶石油從霍爾木茲海峽流出，這是有史以來最高的記錄，油價正在暴跌，世界因此變得更加安全。而美國国務卿盧比奧，他現在正在阿布扎比、卡塔爾、阿联酋、科威特也进行跟王爺國這個領導人會面。盧比奧在中他說，國際法禁止伊朗在霍爾木茲海峽收買路錢。美國高官盧比奧就霍爾木茲海峽航行自由問題撂下狠話，稱根據現行國際法，任何國家都無權在國際水道收費。他同時向伊朗喊話，若其放棄輸出恐怖的革命模式，或可迎來外國投資機遇，但前提必須解決一系列安全問題。
哎，這個就跟咱們分析的一樣，這個3000億美元的重建資金，實際上就畫了一個大餅，你要把這個餅吃下，那你國內就要進行相應的改革，你否則這個餅你是吃不下的，人家可不願意去。这個不是賠償，說必須打到你賬戶上，這是民間投資，3000億美元，你想吃到它，那你就得做調整。那關於霍爾木茲海峽，你看特朗普說已經通航了，盧比奧說永久不能收買路錢，但是伊朗人可不這麼說的。根據伊朗媒體報道說，軍方消息人士稱，霍爾木茲海峽每天僅允許一定數量的船只通過，具體數量將根據每日實際情況進行調整。伊朗法爾斯通訊社，就是革命衛隊掌控的通讯社，放出消息說，一位軍方消息人士表示，目前每天僅允許有限數量的船只通過霍爾木茲海峽，配額根据情況變化，並且6月23號，阿曼和伊朗發表聯合聲明，雙方同意通過兩國外交部之間的一個聯合工作組織保持對話，以便就霍爾木茲海峽未來航行管理、提供服務以及相關費用達成共識。聲明稱，致力於確保霍爾木茲海峽航行安全，所有涉及霍爾木茲海峽安排的必須充分尊重兩國主權。声明說，將與沿岸國家及相關方就霍爾木茲海峽管理及相關費用進行磋商。你看，這個阿曼居然還蹬鼻子上臉了，也想趁火打劫啊，攔路收費，就這意思。在伊朗的教唆之下，特朗普說，1900萬桶石油經由霍爾木茲海峽運出，創下了歷史最高紀錄。油價正在大幅下跌，世界變得更加安全。同時，这個伊朗驻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的代表叫阿里·巴赫雷尼，他昨天也說，他說霍爾木茲海峽已對商船完全開放，為期60天，期間不會收取任何費用。巴赫雷尼當天就伊朗和美國談判情況回答聯合國日內瓦記者協會的提問時，他就說，那記者就問他，那你這60天免費，60天以後怎麼辦？60天以後開放情況取決於雙方談判結果。所以說，大家就霍爾木茲海峽，大家已經看到了伊朗的穿西裝的，他說法跟特朗普說法比較接近，也就是伊朗至少這60天是完全開放，免費開放，沒問題。特朗普說，昨天1900萬桶原油歷史新高，這是歷史最多的一天，從霍爾木茲海峽出來了。但是伊朗的革命衛隊可不這麼說的，對吧？你每天過多少船，我們要進行限制，而且後面還要收費，說明在霍爾木茲海峽這兒雙方也並不完全一致。但是這個事情受這個消息影響，國際油價好像昨天又暴跌，說明資本市場認可霍爾木茲海峽通了。那從這點說，1900萬桶石油流出霍爾木茲海峡，某種程度上這就是特朗普的勝利。你要記住了，特朗普的小目標達到了，他希望油價下跌，希望降低美國的通脹，有利於他中期選舉，就這一點他是達到了。伊朗自己往出賣好幾百萬桶石油，一天200萬桶、300萬桶，現在這個霍爾木茲海峽還出了1900萬桶，你說多少萬桶油流向了亞洲，用油國流向了歐洲，所以油價应声下跌。正因為霍爾木茲海峽通行，特朗普才說他容許霍爾木茲海峽保持開放，也就是美軍不再封鎖伊朗，但是所有的美軍艦艇原地待命，以備必要時重新實施封鎖。而根據這個英國金融時報報道，他說美國和伊朗就霍爾木茲海峽向船主發出相互矛盾的指令，船主們陷入了困境，如果他們遵循美國的指令，就可能面臨伊朗當局的行動。另一方面，如果遵循伊朗的指示，他們可能會遭到美國的制裁。伊朗方面堅持要求船只使用伊朗航線並繳納費用，而美國則指示船只使用阿曼航線並通過空中護航提供支持。一位貨物保險經紀人對該媒體表示，這一切協調得很差，最終導致糟糕的結果。這個海上交通監測平台數據顯示，霍爾木茲海峽的通航量較上周幾乎翻了2倍。6月12號至14日期間的32艘船只上升至6月19號到21號93艘船只。周六就是6月21號單日通航量從上周六的3艘上升至42艘，這個
國際海事組織宣布，在霍爾木茲海峽限制措施放寬後，已計劃疏散滯留在數百艘船上的超過11000名海員。該組織表示，已獲得必要的安全保障，並已全面核實安全航行條件，以支持這些行動。所以說，從美國、伊朗又分衛隊和穿西裝的，再加上國際第三方組織這個說法，我們大概得出一個霍爾木茲海峽的一個圖景，也就是實際上霍爾木茲海峽確實在通航，而且通航量增加，但是革命衛隊也繼續在威脅，在干擾。特朗普和伊朗穿西裝的達成了這些所謂的備忘錄，衛隊還是在干擾，只能得出這麼個結論。當然了，伊朗的穿西裝的也還是做夢，想要收費，未來60天以後要跟阿曼，要跟海灣國家商量怎麼樣收費。那這個目前來看，美國也是不允许的，卢比奧已經放話了。但是這些都可以繼續，我們要往下去觀察。第三個，關於解凍資金，那伊朗人現在堅持認為解凍的資金由自己自由支配，並沒有達成什麼協議，要買美國的農產品，大豆、玉米、小麥。但是特朗普和萬斯堅稱，所有的錢解凍的資金必須由美國監管，購買人道主義物資，也就是醫療用品、食物這些東西，而且要從美國買。所以這個也是爭議的地方，雙方說法完全不一樣。那這一點主要涉及到特朗普的面子。如果特朗普能讓這個錢買美國的農產品、大豆，那他又一次宣稱自己勝利了。雖然他跟奧巴馬一樣給了美國人錢，但是奧巴馬是整托盤的給人家運現金、用飛機，這是特朗普的原話，對吧？特朗普那就高明多了，我們給伊朗人給的是糧食，是藥品，這是人道主義物資。所以特朗普會再一次宣稱自己又贏了，贏麻了。第四個這個焦點就是所有戰線統一停火，最主要就是黎巴嫩。那這個就更荒唐了，更不靠譜。什麼叫更不靠譜？首先是萬斯他說我們確信，當然這將需要大量艱苦的工作，我們可以達到這樣一個程度：黎巴嫩的領土完整和主權得到保護，以色列的安全得到保護，這將需要與黎巴嫩武裝部隊進行一些協調，而且還將需要伊朗人約束真主黨，這就是我們昨天討論的那類事情。而且我認為與僅僅24小時之前相比，我們已經取得了更大的進展。而黎巴嫩總統奧恩他的辦公室在奧恩總統和美國副總統萬斯和國務卿卢比奧通話後，在社交媒體上表示，黎巴嫩、美國和伊朗正準備成立一個監督維護黎巴嫩停火的機制。黎巴嫩總統辦公室指出，萬斯先生和卢比奧先生強調，美國致力於監督在瑞士與伊朗達成了各項協議的執行，包括建立一個由美國、黎巴嫩和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參與的機制，以鞏固黎巴嫩的停火機制，並監督相關步驟的落實。黎巴嫩和以色列第5輪談判周二在華盛頓開啟。所謂的監督停火機制，這不就是扯淡嗎？美國、黎巴嫩官方、伊朗三方，但是把這個以色列排除在外。這個以色列它並不是哪一方的提線木偶。以色列跟美國的盟友關係雖然關係很深，但是以色列和美國畢竟不是誰依附於誰，真主黨倒是依附於伊朗。所以說你停火機制裡面沒有以色列，那你怎麼約束以色列？以色列也不在上面簽字。這是第二個。好了，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國在華盛頓再次會晤，那這裡面他又沒有真主黨，你以色列跟黎巴嫩政府2個人和談半天，在美国的斡旋下，但这裡面又不涉及真主黨，那你說你這繞來繞去的幹啥？對於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達成了任何協議，那真主黨他是不能認可的，人家照樣要火箭彈伺候。至於這個黎巴嫩政府和美國和伊朗三方達成了什麼機制，人以色列也不認，照樣的要錘這個真主黨。所以說我認為在這個黎巴嫩地區要實現停火很難。黎巴嫩真主黨6月23日表示以色列軍隊今天在黎巴嫩南部向平民開槍，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傷，並稱該事件違反了雙方之間的停火協議。而黎巴嫩的真主黨人家說了，
離開我們的國家，帶上你們的武器、你們的無人機、你們的火箭、你們的發言人、你們的旗幟、你們的最高領袖、你們的伊朗和你们的抵抗運動。這個是黎巴嫩著名電視主持人阿布德在主持一檔政治辯論節目時發布的一場極其激烈的這個宣誓。這段經典的語言被視作黎巴嫩精英階層對伊朗支持黎巴嫩真主黨的一次情緒大爆發，也就是黎巴嫩人民、黎巴嫩政府，他是反对伊朗，支持黎巴嫩真主党的，在黎巴嫩搞事。而黎巴嫩真主党人領導人也毫不含糊。根據央視報道，黎巴嫩真主黨領導人納伊姆·卡西姆，這人現在在不在還不知道了。他是3月份呢，在穆吉塔巴单選為伊朗最高領袖後，這個黎巴嫩真主黨領導人叫卡西姆啊，他就宣誓將效忠於穆吉塔巴的領導。而這個穆吉塔巴的辦公室昨天發布一個海報，這個海報中伊朗代理人武裝就是抵抗陣線，就是剛才的這個黎巴嫩真主黨有他們。當然了，恐怕還有哈馬斯或者是胡塞武装穿拖鞋的吗？這些人站在一起，就是伊朗和他的白手套，就是抵抗陣線代理人在一起，手挽手，肩并肩，手放在一起，配的文字是抵抗陣線與伊朗同在。這一切，你說以色列他能不生氣嗎？叔叔能忍，嬸嬸忍不了。而真主黨的總書記他說，我們正處於粉碎以色列計劃的階段，曾經有一個宏大的計劃，要在軍事上、政治上、文化上終結真主黨，但他們那個計劃已經破產了。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23日說，以色列與伊朗及其代理人的對抗尚未結束，以方計劃擺脫依賴並增強自身實力，就是擺脫依賴是擺脫對美國的依賴。內塔尼亞胡當天在一場與以軍預備役軍官學員會面的活動上說，以色列正與伊朗及其代理人對抗，以方已經給伊朗造成重創，但一切尚未結束。他還說，感謝美國對以色列的支持，但以色列需要擺脫依賴，建立獨立的軍備體系，並自主生產武器。事態發展將取決於以方的實力。好，這是美國、伊朗、以色列關於美伊備忘錄這個分歧，各唱各的調，各說各的話。我們再看看美國國內還有伊朗國內發生什麼了。美國國內這個參議院通過了一項法案，雖然這個法案是象徵性的，好像是50-48通過了一個決議，要求特朗普從伊朗撤軍。雖然這是一個象徵性的一個法案，也沒有什麼對特朗普有什麼實際的約束力，但這個也表明一個態度。能在參議院通過，那就說明特朗普這參議院的共和黨啊，沒有全部就是叫幫助或者叫支持特朗普。聽說有2個共和黨沒投票，還是棄權了，怎麼着了？所以50-48，特朗普就又開罵了，公開批評，就是反擊那些公開批評特朗普跟伊朗協議的美國共和黨議員，比如這個參議院議員叫克魯茲。特朗普說，任何批評這個協議的人都需要接受教育。我認為任何批評這件事的人都需要接受說明，哪怕他們是我的朋友也一樣，因為我們讓伊朗處在一個從來沒有人讓他們處在位置。過去47年其他總統本做成這個事應該，現在我讓伊朗處在這樣的位置上，他們的軍隊已經被徹底摧毀，他們的領導層已經被摧毀，他們的雷達已經被摧毀，一切都被摧毀。他們現在沒有很好的談判位置。儘管如此，從伊朗拿出來的錢將會給我們的農民用來向伊朗提供玉米、大豆和小麥。特朗普堅稱自己為美國贏得了前所未有的勝利。我們的股市直線上升，油價正在暴跌。這個特朗普還承諾，伊朗戰爭結束後，美國經濟將飛向新的高度。而這個共和黨參議員格雷厄姆，他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他預計美國與伊朗通過外交手段達成解決方案的努力將會以失敗告終。這就是他的判斷，他不看好這個美伊諒解備忘錄。我們再看看伊朗國內，伊朗國內那繼續內鬥啊，怎麼內鬥？首先我們看公開報道，伊朗的談判代表團團長卡利巴夫就是議長，他在伊朗國家廣播電台一檔節目中，他看到了這個就是伊朗國家廣播電台一個節目啊，他採訪了伊朗國內的一些強硬派。這個卡利巴夫說，他說我看到他們說，他們希望梅和
拉巴德機場當時就關閉，這樣談判小組就不會去瑞士了。什麼意思啊？這是卡列巴夫自己說的，也就是伊朗國內強硬派建議把這個機場給關閉了，你這穿西裝的你就沒有辦法到瑞士跟美國人談判。也就是伊朗國內很多強硬派是反對談判，就不要說達成協議，就不讓伊朗這穿西裝的去談判。其實說伊朗內鬥已經是白熱化。這是卡列巴夫自己在社交媒體上發的，他說：“我要告訴那些親愛的朋友們，如果我們沒有去瑞士，黎巴嫩穆斯林和什葉派穆斯林每時每刻都會流更多的血。”這個卡列巴夫說，談判也是鬥爭。也這意思，談判並不代表了就去賣國，也是鬥爭的延續，鬥爭的一個手段。正因為卡列巴夫他在社交媒体上發了這麼一段話，因為伊朗的強硬派要搅黄伊朗西装這個改革派跟美國的瑞士談判，他在社交媒体上發的，所以說特朗普就看到了，這是媒體報道的。有記者就問特朗普，川普的回應才是事件的真相，原因是前几日伊朗議長在X 平台上公開發文，伊朗國內國家電視台呼籲抵制對美國談判，甚至揚言封鎖機場，阻止代表團前往瑞士。特朗普此時公開戳破信息差，既是施壓，也是給溫和派排除干擾，統一立場，爭取空間。所以特朗普就在媒體上又放炮，說這個要給伊朗更大的打擊，比上一周更猛烈，要把伊朗炸回什麼，實際上就是給伊朗強硬派施壓。當然了，媒體報道這個至少說明什麼？說明伊朗內部的這種矛盾已經公開化。自從最高領袖穆吉塔巴甩鍋，發表了這個聲明，說這一切諒解備忘錄我是不同意的，是佩泽西奇揚拍胸脯保證的，是他逼宫，他也以辭職相逼，沒辦法，我們才簽這個諒解備忘錄。自從這個最高領袖一甩鍋，下面內鬥就公開化了。誰不服誰。那麼這個佩泽西奇帶着他的團隊，立馬就在瑞士會談結束以後，佩澤西奇帶着阿拉格齐又去巴基斯坦就回访去了。昨天，伊朗總統佩泽西奇扬訪問巴基斯坦，巴基斯坦總理谢里夫宣布将於下周訪問伊朗。如果一切順利的話，我將於下周訪問德黑蘭，向伊朗已故最高領袖哈梅內伊致以哀悼，並重申和保證巴基斯坦對兄弟般的伊朗人民的支持。所以巴基斯坦方面的說法也很有意思啊，因為巴基斯坦是斡旋方，巴基斯坦的外長他說，美伊下一階段將把制裁與核問題、黎巴嫩問題捆綁談判，不會立即解除任何制裁。巴基斯坦總統謝里夫他在伊朗代表團不是佩泽西奇揚去巴基斯坦訪問嗎？他在這個伊朗代表團面前對媒體說的時候，他說這份諒解備忘錄沒有提及彈道導彈，他從來沒有被提上台面，他從未被提上議程，伊朗方面甚至不想討論這個問題，這是謝里夫說的。但是等到伊朗代表團走了不在的時候，謝里夫對媒體說啊，伊朗人同意就導彈計劃繼續與美國談判。也就是說，遠程導彈雖然不在諒解備忘錄那個字面上，但是要談。這就是謝里夫巴基斯坦總理斡旋方放出來的消息。所以這個佩澤西奇揚他在伊斯蘭堡再次重申說絕對不談導彈問題，而謝里夫又宣布伊朗已同意在未來就其彈道導彈計劃舉行談判。所以伊朗的新聞機構法爾斯和塔斯尼姆均已否認這一說法。也就是美國和伊朗之間，特朗普和伊朗的穿西裝的私下裡是不是還有什麼一些貓膩，這很難說。我昨天節目就說了，這個伊朗穿西裝的很有可能是借特朗普的手去壓制伊朗的革命衛隊強硬派。你比如說，這解凍資金只能用來買民生物資、買藥品，那衛隊就分不到這個錢，沒有辦法把它輸送給真主黨，給什麼抵抗組織，也不能把它變成什麼導彈基地，變成無人機，變成導彈。那伊朗的革命衛隊肯定不願意啊，侵害了他們利益啊。佩泽西奇揚也沒這個能力，所以他只能借助美國來實現。總之說1000道1萬，特朗普目前跟伊朗這種绥靖只能是暫時的，如果長期下去，那對美國對以色列都是有害的，因為你任何談判你阻止不了伊朗人獲得核武器，你只不過是延緩，
而美國的媒體、美國的意見人士、民主党、共和党的反对派，他們把特朗普的協議跟奧巴馬的協議一個字一個字的對比。特朗普，你簽了一個跟奧巴馬一樣的，甚至還比不上奧巴馬的協議，這個在美國是想瞞是瞞不住的。特朗普，你去罵這個CNN、罵《華爾街日報》沒有用，人家會把你的協議一個字一個字的對比。所以這也讓特朗普別想蒙混過關了，不要想學着伊朗靠宣傳就說自己贏了，沒有用。伊朗人可以這麼做，伊朗人可以通過宣傳說自己贏了，但是特朗普，你的嘴再大都沒用。所以說還是要準備掄起大鐵錘，接着錘，不錘是不行的。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